大家好，今日嚟到深圳會展中心一間泰式按摩店，大家唔使坐飛機都可以嚟到泰國主題嘅房間，而且價錢平，百幾蚊就可以做個泰式按摩。大家可以坐地鐵4號線嚟返會展中心站，喺返 E 出口出站，出一站已經係金鐘環大廈入口，上返樓梯，上咗樓梯轉返左手邊，沿住呢個通道一路向前行，中間會經過麥當勞。再沿住通道再一路向前行，呢度有好多唔同嘅餐廳、餐飲店。再轉返右手邊，可以嚟返金鐘環大廈嘅升降機大堂，搭返 lift 上去35樓。喺35樓出 lift，行返入嚟會見到一間眼鏡店啊。喺甲木眼鏡嘅左手邊，隔離嘅鋪位啊，就可以嚟返今日嘅按摩店。泰域泰式按摩精油 SPA。好，歡迎光臨，歡迎我們的泰域 SPA，這邊請。好，唔該。按摩店入邊有好多泰國嘅裝飾，入邊有幾間按摩房都係用泰國唔同嘅地方名嚟命名，有曼谷、蘇梅、芭提雅。同大家參觀一下入邊嘅房間，見到啊房間夠晒闊落。入邊好多泰國嘅裝飾佈置，另外依間係清邁，同樣嘅房間都係夠晒闊落，有個落地大玻璃窗可以見到出邊嘅市景。每用返一次性用品夠晒乾淨企理，房間嘅感覺都好舒服。望返個窗出邊會見到福田一帶嘅市景，都好開揚。呢度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可以選擇，見到泰式按摩60分鐘都係168蚊。另外有香薰精油按摩，60分鐘係238。另外仲有泡泡按摩，呢度全場都係免簽小費。浩哥，這邊給你倒一杯養生茶，好，稍微等一下。OK， 好，唔該。可以啊。耀哥，這個是我們養生茶，好，可能會有點微苦，這是水溫。好，唔該。靚女，幫我安排技師啊。好的，這邊馬上幫你安排，稍微等一下哈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今天為您服務的老師，我叫陳子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咱們的話，這邊換一下浴褲，然後穿一下浴袍，然後帶您去沖涼。哦，好，唔該。好，是頌缽療癒，請您放鬆身體，用心感受。好，唔該。聽到啲頌缽嘅聲音，成個人都感覺好放鬆、好治癒。一開始，技師先幫我放鬆咗個身體，按下啲膊頭同埋腰嘅位置。技師都好細心，會問返我力度啱唔啱。大腿、小腿嘅位置，技師都幫我去放鬆返。技師力度用得啱啱好。按摩嘅房間嘅空間夠晒闊落，令到成個人感覺都好放鬆。放鬆完，技師開始幫我做推油按摩。技師推落去啲位置都好精準，平時呢啲膊頭肩膊位都比較攰，做咗推油按摩都可以幫我去放鬆返。技師嘅按摩手法夠晒專業，平時我哋隻手成日用手機，對電腦對得多，呢手臂嘅位都比較攰啊。技師都幫我去放鬆返。呢個按摩店嘅位置夠晒方便，喺金鐘環大廈下邊就已經係皇庭廣場同埋領展中心城，附近有好多行街買嘢，好多唔同嘅餐廳、茶飲店、
方便大家做完按摩可以周圍去行街吃喝玩樂，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。按完上半身，技師開始幫我按下啲大腿、小腿。平時我哋行得多呢，啲腳都比較攰啊。做下推油按摩都可以去盡情去放鬆返。同樣按腳按落去都非常放鬆啊。跟住做埋個肚部按摩。大家好多時可能食冇定時啊，做下肚部按摩都可以幫大家舒緩返平時嘅腸道不適。做下肚部按摩都感覺好舒服，同埋感覺好養生啊！成個按摩手法感覺都好專業。呢度嘅技師都受過專業培訓。做完按摩，欣賞下出邊嘅風景啊！今日做按摩感覺呢度都非常專業，而且價錢合理啊，感覺性價比都好高。大家離開深圳都可以過嚟呢度試下，感覺個體驗唔錯啊，而且個位置夠晒方便。做完按摩我都準備走啦。然後我沒有體驗完啦。OK 啊，按得好舒服，好放鬆啊。好，這邊可以坐一下，給你倒杯水，好唔好？哦，我下次再過嚟按摩，我今日有啲事走先。好的，有事相忙是嗎？對啊，係啊。好的，那下次再來哈。好好啊，唔該晒。送你一下。好好。好，慢走哈。好，唔該晒，拜拜。下次再來，拜拜。拜拜。